唔好以為所有嘅莊家都能夠收割散戶，有3種散戶係莊家最驚嘅，亦都係最狠嘅。咁主力最頭痛嘅係點樣嘅散戶呢？簡單嚟講，就係嗰啲唔按常理出牌，有自己一套方法嘅散戶。第一種就係認準咗一隻股票入面有主力，逢低買入之後呢，就死攬住呢隻股票唔放嘅散戶。呢種散戶通常係老股民，佢哋專揀嗰啲股性活躍、公司短期內唔會執笠嘅股票。如果被套咗啊，就越跌越補，主力唔拉升，佢就唔賣。然後內心持倉，通常呢唔會一解套就走，而係堅持自己嘅目標。譬如揾到一定嘅比例，先至會考慮賣出。就係正因為佢哋蝕咗之後都唔會割肉，主力實在使唔出去，冇辦法，因為主力運作都有成本嘅。然後股價啟動之後，佢哋就可以揾錢啦。第二種唔睇盤嘅散戶。正常嚟講，一隻股票嘅主力會用佢哋嘅大資金，刻意咁樣用一啲形態 K 線，包括指標嚟到迷惑散戶。但係如果你唔睇盤，個心就唔會有恐懼同埋貪婪，亦都唔會俾莊家製造恐慌性下跌或者虛假嘅突破呃到你。所以呢類散戶，佢唔會理你主力日日點樣做盤，都同我冇關係。幾時候股價翻倍啊，或者達到咗我嘅預期目標，我先至會走。所以主力冇辦法誘導呢類散戶跟風。第三種，具備逆向思維嘅散戶，呢類散戶鍾意反向操作，可能喺莊家洗盤嘅時候逢低買入，打亂佢嘅吸籌計劃，或者喺莊家出貨嘅時候提前離場，引發跟風拋壓，導致莊家難以出貨。總之，想揾錢唔能夠隨波逐流，要多學啲嘢，對熟悉嘅股票培養自己嘅判斷力，加上一啲耐心同埋勇氣，你都可以令到主力頭痛。記住，股市唔係賭場，而係考驗智慧同埋心態嘅地方。只要你穩住，收益自然就會嚟揾你。加油，炒股嘅老友記，我哋可以順勢而為，亦都可以逆風翻盤。